歡迎嚟到 Bookmark 呢個頻道。今日我哋會睇下 C.S. Lewis 最出名，亦都最狡猾嘅小說作品之一《地獄來鴻》。呢本書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以連載形式喺《衛報》刊登。Lewis 用一個魔鬼嘅視角，令人重新思考信仰、道德同永恆嘅問題。佢嘅概念簡單又精彩。一位資深嘅魔鬼 Screwtape 寫信俾佢個初級又或者徒弟 Wormwood，教佢點樣引誘一個靈魂，即係書入面叫做病人 The Patient 落地獄。呢啲信件之所以咁嚇人又咁有用，就係因為佢哋唔係講啲好戲劇化嘅邪惡行為，而係講嗰啲慢慢浸透日常細微嘅腐化、分心、自大、忙亂、細微嘅虛偽。Lewis 俾我哋睇到一個人嘅生命點樣可以唔係因為一啲可以上新聞嘅大罪，而係透過習慣、態度同一點一滴嘅讓步，慢慢咁偏離上帝。咁而家我哋一齊睇頭10封信，即係 Screwtape 寫俾 Wormwood 嘅早期訓示，睇下魔鬼嘅策略係點樣逐步展開嘅。Screwtape 第一個忠告就係要令病人淨係留意表面嘅嘢。喺一個充滿混亂、眾多哲學講法同噪音意見嘅世界入面，病人最滿足於啲現代啲、實際啲、流行啲嘅觀點。如果Wormwood可以令佢成日忙住啲芝麻綠豆得個樣嘅事，佢就永遠唔會停低去思考關於生命意義、上帝同永恆呢啲深層問題。跟住要令病人對教義變得含糊，其次係令佢對教會失望。如果佢成日批評其他教友，專注喺啲細膩嘅煩人位，佢就會越嚟越心灰，慢慢離開。Screwtape 指出一件令人震驚嘅事：上帝容許呢啲發生，因為佢想要甘心跟隨佢嘅人，而唔係木偶。魔鬼嘅目的就係將失望扭曲成犬儒同冷嘲熱諷。Screwtape 同另一個誘惑者 Globus 合作，目的係喺病人同佢阿媽之間製造雙重標準。病人祈禱嘅時候，將自己同家人的關係理想化，但現實入面佢對身邊嘅人反而態度差、唔體貼。呢種偽善會令祈禱變得無效、膚淺同埋冇果效。當祈禱變得空洞， Screwtape 話，病人做乜都會變得好自覺、好做作，而唔係敬虔同真誠。要令佢將祈禱當成一種感覺或者儀式，而唔係一場真正與神嘅對話。如果佢覺得成功嘅祈禱等於攞到某種啱啱好嘅感覺，咁信仰就會變成完全依賴情感，而唔係信服。同你想象嘅唔同， Screwtape 警告話，戰爭唔一定係誘惑嘅天賜良機。戰爭迫使人面對死亡同永恆，反而可能令佢哋轉向上帝。相比之下，富足同舒適對腐化靈魂更加有用。不過，魔鬼仍然會利用恐懼、仇恨同責怪，特別係引誘人去恨敵人，或者怪上帝造成呢場悲劇。喺病人等緊被徵召入伍嘅時候，Wormwood就要不斷加強佢對未來嘅焦慮。恐懼本身係自然嘅，但地獄嘅工作就係將恐懼轉化成長期嘅擔心、自憐同苦毒。如果病人成日活喺想象出嚟嘅災難入面，而唔係信靠上帝過好當下，咁佢嘅信心就會慢慢枯萎。Screwtape 建議要令魔鬼保持隱形同荒謬，令人將屬靈現實當成無稽之談，或者當成可以操控嘅神秘力量，將科學同哲學扭曲成假神，好讓人崇拜抽象概念，而唔係創造主。另一個有效策略就係將信仰變成世俗目標嘅工具，愛國主義、政治或者一啲理念，咁信仰就會成為追求野心嘅手段，而唔係侍奉上帝。屬靈生命本身有高有低，係上帝嘅安排，佢容許乾涸期出現，係為咗帶來成長。Screwtape 催促Wormwood要利用呢啲低潮期，如果病人在上帝沉默時產生不信及懷疑，佢可能會放棄堅持。但呢招對地獄嚟講都有風險，因為忠心嘅忍耐反而可以培養成熟嘅信心。當病人屬靈低潮時，最容易誘惑佢放縱自己，食、性、娛樂、
呢啲都可以變成麻醉劑，令靈魂麻木。魔鬼仲會低聲耳語，話呢種乾涸係永久嘅，好令病人絕望，或者話呢啲唔重要，好鼓勵佢做一個求其嘅基督徒。兩種結果都會令佢遠離全心全意嘅奉獻。Screwtape 強調唔健康嘅關係嘅侵蝕力，要令病人依附喺世俗朋友身上，而呢啲朋友嘅價值觀同基督教教導相衝突，教佢過雙重生活，星期日去教會，但平日就完全用另一套規矩。如果病人察覺到唔妥，就話佢唔包容，罪疚感同混亂就會自己跟住嚟。呢頭10封信其實就好似一份細微誘惑指南，令靈魂分心，令信仰含糊，令祈禱變得空洞，利用恐懼同舒適，仲有鼓勵喺人際關係同忠誠上妥協。呢個模式好清楚，唔好追求轟動嘅邪惡，追求細微、潛移默化嘅腐蝕先至最有效。咁作為讀者同信徒，我哋可以帶走啲咩教訓呢？有3個簡單實用嘅回應。第一，要留心細微嘅事。屬靈衰退通常由細微嘅選擇開始。你將注意力放喺邊度？你點講人？你嘅祈禱係咪真誠？第二，要學識忍受乾涸期。沉默同懷疑唔一定代表失敗，佢哋可以成為信心嘅工作坊。堅持往往會帶來上帝對我哋更深嘅信任。第三，要檢視你嘅友誼同忠誠。如果對政治、生活舒適或者社會認同嘅追求蓋過對上帝嘅愛，就要當心，呢個係警號。C.S. Lewis 寫呢啲信唔係為咗嚇我哋，而係想叫醒我哋，展示敵人喺我哋日常生活中點樣運作，並邀請我哋作出明智嘅選擇。魔鬼嘅策略之所以咁狡猾，就係因為佢哋識得扮嘢嚟誤導你。解藥就係睇嘢要清晰，認罪悔改，以及每日回轉看待真正重要嘅嘢。多謝收睇 Bookmark。如果你鍾意呢個讀書報告，想睇更多如《地獄來鴻》經典作品嘅探索，記得點讚、訂閱，仲可以留言同我哋分享邊段令你有深刻印象。下次再見，一齊深入探索另一本文學好書。